幼娘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哥，是什么事啊？我与玛丽二小姐约定，待她守孝3年，我若没有落魄，她若尚未出嫁，便娶她过门。幼娘，听哥哥的。虽不能答应，但若是断然拒绝，毕都司定会纠缠。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。杨林，请勿惊慌，这是我一位故人。削发明志，马小姐应当是在回应你的约定。